你有冇試過一種好奇怪嘅感覺？明明某件事係第一次發生，但你卻突然有種強烈熟悉感。例如，你正同朋友傾緊偈，突然之間，大腦好似停頓咗一秒，你會忍唔住心諗：等等，呢一幕我好似以前經歷過。眼前嘅畫面、人物、對白，甚至連氣氛同感覺，都好似曾經發生過一模一樣。又或者，有時你第一次去某個地方，明明從來未去過，但你卻覺得我一定嚟過呢度。甚至連轉角位、燈光、空氣感覺都有種莫名熟悉。更加神奇嘅係，有啲人以前做過一個夢，隔咗好耐之後，突然某一日發現，現實眼前發生緊嘅場景，竟然同夢裏面見過嘅畫面幾乎完全一樣。人物、位置、動作，甚至對白都似曾相識。所以好多人第一次經歷呢種情況時，都會懷疑係咪自己有預知能力，定係前世記憶，甚至會覺得撞到靈異事件。但其實呢種現象喺心理學同神經科學上有一個正式名稱：既視感，英文叫做 déjà vu， 亦有人稱佢做海馬效應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大腦裏面嘅知覺系統同記憶系統出現咗短暫錯亂。當你見到某個場景時，大腦會誤判呢個畫面我以前儲存過，於是你就會產生我曾經經歷過呢一刻嘅感覺。但其實你未必真係來過見過，好多時只係因為眼前某啲細節，例如燈光、氣味、角度、聲音、氣氛，同你以前某段模糊記憶有少少相似，大腦就會錯誤將兩者連接起嚟。至於點解有時會覺得夢境變成現實，其實人每晚都會發夢，只不過大部分夢境醒來之後都會被大腦快速遺忘，直到某日現實出現類似畫面，大腦先突然重新勾起嗰段殘留記憶，於是你就會覺得我以前夢過呢一幕。而研究亦發現，壓力大、疲勞、睡眠不足、精神過度集中時，人更加容易出現既視感。所以其實既視感並唔係超能力，而係人類大腦記憶系統運作時出現嘅一種神秘又有趣嘅現象。但即使到今日，科學界對既視感仍然未完全解釋清楚。而呢件事亦再次證明，人類大腦遠比我哋想象中更加複雜同神秘。你又有冇試過既視感？